虔诚的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61页，解说甲正文第61页。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7节。对头算倒来，解说甲第7节。就是解说甲次名一行三昧，即马要来说的解说一面，一面就是若人记二三昧，如地有种，含藏中用，成熟其实，一相一行，亦犹如是。五经说法，犹如是物。普论大地，拟定佛性，譬如种子，依自点协，世界发生。神五智者决决菩提，依五行者定正妙果。即马要来解说这个道理，在前面。慧能大师已经将什么叫做讲做一相，什么叫做讲一行，这两种的三昧啊，来甲咱解说过。一相三昧就是讲在一切处不着相，在所有环境中呢，未生起情爱、取舍，以及甲利益生活等等的分别心。内心会当互来安闲恬静，会当互来虚荣淡薄，这呢就名叫做一相三昧。在一切处行诸作恶呢，会当互顺一直心，不动道场，真成净土啊！就名叫做讲做一行三昧。在这个所在，要来甲咱各位补充的呢，就是在前面迄个虚荣淡薄。这个虚荣淡薄，这个薄呢，有人是念薄，所以我拄则呢是念讲做虚荣淡薄。不过，但是依照空虚字典内底所写呢，是读薄字，名叫做虚荣淡薄。这个。恬静淡薄啊，也就是这种的无为之貌。即马六祖慧能大师就讲，假若若是有人会当好记住这两种的三昧，这两种的三昧就是咧指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会当记住这个一相三昧、一行三昧，摕一个譬如啦。敢像讲，迄个地呢，就有种，就是讲在土骹内底啊，有种子伫遐，也含藏中成啊，成熟其实。因为在土骹内底有迄个种子，迄个种子呢，就含藏在迄个土骹，安尼呢，当然啦，就会长成。这个中成就是讲种子在土骹迄个所在，因为土骹有水分、有湿气，搁再有营养分，所以迄个种子伫遐呢，一定会爆芽、开根发叶，慢慢呢就大长，大长了呢就成熟其实。实呢，就是咧指迄个果实啦。就像讲一粒果子的籽在土骹，这个籽在土骹呢，一定会爆芽、开根发叶，就变成一张果子树。这张果子树慢慢大长啦，就搁再开花，搁再结迄个果子。迄个果子久了，就变成成熟了。就是讲会使咧慢来食，这名叫做成熟其实。
伫遮所讲的，一个人若是居足了一相三昧、一行三昧啊，如地有种呢？这个地是伫指啥物啊？地就是伫自然众生的心地。有种这个种是伫指啥物呢？就是菩提种子啦。就是讲，参像咱的心中呢，已经有迄个菩提种子。既然迄菩提种子，迄个菩提种子在咱心中慢慢成长啊，到有一日啦，就会当来种着菩提果，会当来成就佛道。所以才讲做含藏中用啊，就成熟其实。下面讲一行一相一行的如是。讲这个一相三昧啦，或者是讲一行三昧呢，也甲这共款。也较前面所讲迄个地内底啊，有种子会当好来种养，会当好成熟迄个果实啦，共款的意思。这正正就是我拄则所讲的安尼。因为在内心中有菩提种子这个菩提种子呢，当然啦，就慢慢啦成长呢，到最后会当成就菩提果。咱这个涂骹呢，一定会发草啦，或者是讲树啊啦，或者是讲果子树，或者是讲花等等的，拢会对这个涂骹发出来。不过，咱爱了解，在平常时阵，咱看到讲迄个涂骹都也无甲种落去，而且迄个土呢，无看撒伫遐，啥物物件都无空啊，为什么它会发草起来呢？或者是讲发一张树起来呢？虽然是讲咱无看，但是一定有迄个种子伫遐。绝对啊，就是有迄个种子伫遐，才会发迄个物件。咱要修行，要成佛。也甲这个共款的意思。咱安怎样会当回来成佛呢？一定就是咱在内心中有迄个菩提种子，有菩提种子呢，才有可能会当回来修行成佛。咱呢，必须都爱了解这款的道理。下面五经说法，犹如是物。普论大地，拟定佛性，譬如种子，无自点协，色界发生。心五智者，决识菩提，以五行者，定证妙果。这段呢，就是伫咧说明六祖慧能大师伊的讲经说法啦，对咱众生的利益。五经说法，就是讲我现在时来伫咧讲这个道理啦。那讲这个道理，摕一个譬如像啥物呢？犹如是物，就是讲就参像这个急时物共款。这个时物呢，就叫做急时之物。这个急时之物就是讲拄爱落雨，有需要落雨迄个时阵也雨落来。就是讲，这个雨呢落去，真正下着迄个时阵譬如讲，咱在一年中间，有当时阵呢嘛较爱雨水，有当时阵呢就毋免迄个雨水。譬如讲，咱这个稻种落了，甲人讲田里若是无水你佫无落雨呢，完全都无水变成空洼。那在这个空洼迄个时阵那这个稻呢一定就是会死去。那这个稻若是伫咧空洼迄个时阵，咱呢会当好有一阵雨来，哇，迄就是一种急时雨。果子啦，其他的这五谷之类完全都是共款。所以伫遮所讲的。犹如是雨这就是咧指迄个在必须要迄个时阵，正有需要迄个时阵来落迄阵雨。普论大地咧，就是讲普遍咧来滋润土骹。伫遮六祖慧能大师伫咧讲，伊的说法
就参像这个及时雨，会当互来铺论大地。为什么名叫做及时雨呢？就是讲众生呢，正正有需要啊，佛法来滋润咱众生的心嘛。若是无这个佛法来滋润迄个时阵呢，就变成讲在精神上啊，就非常的空虚啊。所以啊，必须呢，要有这个佛法来滋润。也这个佛法的滋润呢，就等于啊，落这个雨，也属于涂骹呢会淡，也果子会当成长，甲这共款的意思。下面拟定佛性，披诸种子，依诸点协，色界发生。伫遮所讲的拟定佛性，就是讲恁大家的佛性啊，披诸种子。这个披诸种子，就是讲譬如呢，敢若参像迄个种子共款，依诸点协。这个字也读牛啦。这个字呢，就是漳州人啊，读叫做讲做字。若是泉州人可能读牛，就是拄着的意思。就是讲拄着这个雨啊，也来甲你落落去。结果呢，就色界发生啊。伫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可以讲就是将譬如甲将迄个法啊合起来说明。咱即马呢要来解说啊，必须要甲伊分开。在前面所讲，我现在是伫咧讲经说法呢，就参像这个及时雨，会当有来铺论大地。就是讲在众生有需要佛法这个时阵呢，我来讲经说法。因为我的讲经说法呢，所以啊，就会当好啦，使一切在众生拢得到佛法的滋润。也恁每一个人拢有佛性，这个佛性呢，就敢若参像一粒迄个种子在土骹共款。就是讲咱众生心中有这个佛性，像一粒种子啊，在土骹共款。这个种子在土骹呢，只要你若是有拄着雨水啊，安尼呢，拢总都会开根，会爆个开根发叶。就是譬如咯，若是约法讲起来，就是讲恁每位众生啊，既然拢是有佛性，这个佛性，搁再由我甲恁讲经说法，有这个佛法来甲恁滋润啦，安尼呢，就会当好使这个菩提善根会当好来成长。这就是遮所讲的依诸点协色界发生的意思。下面讲信五智者决获菩提，依五行者定证妙果。讲凡是啊，你会当好来信受我的这个种子，这个智就是个字种子啦。决获菩提，就是讲决定呢，会当好来得到菩提，安尼叫做信五智者决获菩提。那这个种子是啥物呢？就是六祖慧能大师在这部《六祖大经》所讲的顿教禅宗的法文。那这个顿教禅宗的法文，就是遮所讲的一相三昧，遮所讲的一行三昧。那这个一相三昧、一行三昧，也可以讲就是以这个无分别心来修学佛法。在这个无分别心来修学佛法中，会当后来得到佛法的迄个究竟义，所以呢，就会当后来得到菩提。下面依五行者定证妙果，就是讲你依照我，会当后来依照我所行，安尼来去行呢，就决定会当后来证到迄个妙果。意思就是讲，我安尼修，那么恁呢，每一个人依照呢我修呢，
就可以来证到这个菩提道果啦。六祖慧能大师安怎样修，也这弟子啦，若是当照呢去修啦，共款会当好来得到这个明心见性。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意义。下面天五机月，在前面有一个达摩祖师的机，伊这个传法机，就是五分来自土，传法救灭情，一化开悟业结果自然性。那即马遮呢，六祖慧能大师本身佫再提出一个机来。那这个机是啥物呢？就是心地含自种，普悟色界明，顿悟化情意，菩提果自性。心地含自种，就是将这个心来甲伊当作就是这个地。这个心甲伊当作地意思在前面呢已经有讲过去。地就是讲这个土骹呢，会出生物件出来。咱这个心同款，会当来出生一切诸法。所以将这个心呢，甲伊叫做地，这是一种意思。那第一种意思，这个地就是讲咱这个大地呢，就是所有物件拢是依靠在这个大地伫居住。事实上，咱这个心呢，也是一切诸法所依。用这个一切诸法所依来讲起来，敢若像地共款所以名叫做心地。不过，伫这个所在，主要伫咧讲这个心地的这个地呢，也是用迄个灵性来解说。就是讲参像迄个大地，会生起了种种的物件，也所以就敢若参像这个地共款，这个心呢会生种种物件，敢若像这个地当生种种物件共款。这个心参像地，会当好出生种种物件。为什么会出生呢？因为是含自种。这个含呢，就是包含。那这个自种的意思呢，就是讲一切在经济啦。是安叫做讲做一切这个经济呢？就是一念包容十察，这是探究心和上的注解。伫遮所讲这个自种呢，就毋是干那讲佛的经济。那依照咱佛法所讲一念心记住了十法界，所以咱心中个人有佛的经济，但是咱心中呢共款乃至到这个地界的经济，原来是有所以呢，这名叫做含自种所以这个心呢，会使咧讲就是记住了六凡四性的经济。那用这个六凡讲起来，就是讲天人阿修罗畜生魔鬼地界。这个四性呢，就是佛菩萨。缘觉成分，这十法界的经济拢包括伫咧。那就看你这念心安怎样受到外面的环境的影响，也去起什么款的念头，那就变成由迄个经济呢来发生迄个作用。一念心叫做十法界，这就是心地含自种的意思。讲普悟色界明，这个普悟色界明就是讲普遍来落迄个雨，来落迄个雨了呢，拢会明伫遮所讲这个明呢，也就是迄个经济就变成讲会爆芽开根发叶，或者是讲咱种花啦、种树就布迄个叶出来，布迄个花出来，这名叫做讲做明。这个明就是一种出生、一种发生的意思。这个普悟色界明这句呢，就约对佛的法界，那受到正法的分析，就变成有这个正法的成长的意思。
所以这个破有色界名用这个心地含珠种破有色界名，咱来说明佛的政治。就是讲在咱的心内底有佛的政治伫咧，因为是有佛的政治伫咧所以呢，受到佛法的滋润，在内心中呢，菩提善根自然就发现出来了。那这个破色界名，那搁再讲者较简单，就是讲祖师说法，众生呢，就是叫做发明。为什么讲就是这个祖师说法众生发明呢？这个祖师说法众生发明的意思就是讲由于六祖慧能大师来讲经说法所以呢，那么在门下弟子乃至以后凡是有来学习禅宗顿教法门的每一位拢会当好呢启发了菩提善根这就是心地含珠种破有色界名的意思。下面顿悟华情义，菩提果自性。这个顿悟华情义，顿就是讲忽然悟就是讲开悟。这个花情，这个花呢，就是来指这个樱花。那这个情呢，也就是咱心众生的心。所以伫遮所讲的这个顿悟华情义，就是讲你忽然间会当互来了悟着咱众生心。伫遮所讲的这个华情名叫做讲樱花，也就是众生心。咱这个花呢，大部分用迄个因来说明因为用迄个果讲起来比如讲咱世间无论倒一项的果子一定先开花才会当结果啦。所以这个花呢，自然就配在因咱这个果子呢，就变成配在迄个果一边是属于因，一边是属于果。那这个花名叫做因花，也就是咧指咱众生的心就是咱成佛的因地心名叫做讲因花啦。那这个因花为什么又是叫做讲这个情呢？这个情的意思也就是咧指咱有情的众生。这有情的众生就是讲，在咱有情众生心中的佛性这就是遮讲的华情的意思咯。在咱有情心中众生的佛性已经去互咱悟着啦，安尼叫做顿悟华情义就是在这个内心中开了觉悟之花，菩提果自性。这个菩提果自性，就是讲这个菩提果自然呢就会当回来成就。这个菩提果会当自然成就，菩提果就是果觉前面这个花情就是因花，那这个菩提果就是果觉。也就是讲，你心中来当回来开觉悟之花呢，自然就会当回来成就菩提之果。咱他去修行成佛，那是依照讲起来就是讲咱必须要来断见烦恼、断思烦恼、断尘沙烦恼、断无明烦恼，暂的烦恼拢要断掉。而且呢，在生死方面就先爱断了分段生死，再个断不思议变异生死，将分段生死甲不思议变异生死拢了啦。五诸烦恼拢已经断尽，两种的生死已经了，安尼名才讲做成佛。安尼讲起来，将咱修行甲成佛迄个过程可以讲是相当的久而且欲断烦恼、欲了生死的解出来讲起来实在也是爱费了真正大的功夫。但咱必须要了解，咱成佛是安怎样成的事实上，成佛是由咱的心去成。咱的心是安怎样去成呢？就是讲，咱本来咱的心就是这个佛性咱的真心本体就是咱众生本来所居住这个佛性。
那这个佛性也就是佛所证的菩提涅槃。咱灭去了这个本性，咱就做众生。会当后来悟到这个本性，会当后来体证这个本性，咱就成佛。所以在这个顿悟了，咱众生心中佛性迄个所在也就是自然成就着菩提果迄个时阵。所以若是约咱众生本具的佛性，伊本体讲起来，根本呢也无迷，也无悟，也无众生，也无佛的差别。咱所以造成众生甲佛的差别呢，就是咱众生呢迷了咱本具的佛性。佛呢已经悟了本具佛性，用这个迷悟呢来甲伊讲众生，或者是讲佛，凡夫才是讲圣人。所以六祖慧能大师才讲啦：假如你若是会当好随时来了悟咱众生心中的佛性，也若呢自自然然就当来成就菩提果。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家呢所开始的这个基。这个基的重要意思就是讲在内心中本来就记住了十法界性，也由这个佛法的自论就会当好师佛的证据会当好来发现，会当好开根，会当好发hiệu，会当好开花，乃至当好来结果。但搁再讲较直接的，就是讲你只要会当好来了悟到本具佛性迄个所在，自自然然就是成就菩提道。注意看先听着，咱今日时间经过，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了这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